师傅。黄泉关一战，黄泉营与麒麟营夹击，方参军射杀胡库左部敦王，胡库左部暂时撤出边关，右部暂无动静，一切安好。立刻把消息传出去，密切留意胡库左右两部行动，右部尤甚，死守黄泉关，令保海师周全。是。这扳指贵重，带到战场上，唯恐碎了，还是还给师傅吧。师傅若是不想下棋的话，不如跟海师赌一赌。师傅您猜猜，我哪只手拿的是黑子？如果师傅猜错的话，就算是我赢了。我赢了的话，师傅要答应我一件事，无论以后海师做错任何事情，您可以骂我罚我，但是不能不理我了，好吗，师傅？有什么？我赢了，说好了，师傅以后不能不理我了。师傅这么多年对海师的教导，海师一直都记在心里，也非常感谢师傅对我的教导，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。我之前弄坏了师傅的玉佩，所以给师傅做了这个。过几日考弓马骑射，这些你一向做得很好，争口气。知道了，师傅。谢谢师傅。师傅没有和据点义成亲吗？还是师傅一如既往以国事为重，匆匆成亲便赶赴西平港了？西平港的战事如何？同黄泉关一样紧迫吗？